因為在台南的新市呢是有駕駛熊熊遊行發作，所以規台車完全攏無減速，就安尼弄紅燈，而且閣去弄這平交道頭前的紅門塗條啊。另外，在台南的永康呢是有車輛安尼半暝半停佇咧路中央，警方甲車窗講破，才發現講規台車內底攏是酒味，確定這個駕駛是食酒塞車。轟一聲足大聲，迄陣汽車駕駛咧停青紅燈，民眾看到頭前一台轎車無減速，直接弄紅燈，到尾佮弄去平交道頭前的紅門塗條。這件事件就發生咧台南新市的中正路和仁愛街口，車禍弄甲真大聲，互附近攏踹甲半死。警消到場發現車內48歲查甫駕駛和7歲的查某囡仔受傷，囡仔的阿媽棍拿槍互安全帶吹着傷，送醫急救。原來駕駛咧賽車熊熊遊行，致使車失控。像爆炸聲吧，我兒子是這樣形容的。很大聲。對。有嚇一大跳嗎？有啊，我兒子就說：“哎、欸，媽媽，看他大聲。”我們舉獲報後，立即調派警力前往交通疏導及事故處理，並迅速於晚間8點排除事故車輛，恢復交通，未影響交通班次。詳細肇事責任尚在釐清當中。另外一件是佇永康，咧半暝車路頂懸有一台轎車停咧中央，攏無駛叮當。警方趕到路口，就算大力弄窗仔門，喊甲真大聲，駕駛攏無反應，考量安全，警方尾仔用棍仔甲窗仔弄互破，車門拍開，煞規車頂攏酒味，專案以公共危險罪移送法辦。發現駕駛人及車內散發明顯酒味，經實施酒精測試，酒測值超過法定標準值。現場予以逮捕。賽車安全和性命是有關係的，若出代志就會真嚴重。台南市警察局提醒用路人，車輛經過交通路口愛減速，嘛愛隨時注意車頭前和自身健康的狀況，較袂害家己，嘛害別人。記者蘇台南採訪報道。